在地上大条，咱来关心食品的安全，来关心食的安全。这是高雄有某一间冷冻食品工厂和食品行涉嫌用俗价，把伫要过期的冷冻肉收的冷冻一段时间了后，摕出来退冰，再甲这物件卖互店头骗店头，这是冷冻肉卖互餐饮业者。卫生局和检方有去工厂查，有查到超过11吨过期的肉品，即马要依照食安法依法上班。工厂内底一箱一箱肉，吨价要比人较悬。高雄卫生局举报某一个冷冻食品工厂甲食品行卖过期肉。查到配合桥头地检署这单位企业者的任务工厂稽查，查到包括牛、猪、鸡、鸭、羊，拢总11.4吨过期肉，部分过期至少半年，甚至更较久。将审酌违规情节，依违反食安法第15条、第44条、第52条规定，加重处6万元以上2亿以下罚款。根据了解，工厂甲食品行由姓社负责人翁仔某经营，因用真俗的介绍，甲大盘甲屠宰场买到到期的冷冻肉，冷冻一段时间再退冰改标示，用新鲜冷冻肉的介绍卖互厂商赚薄利。不过这肉早就过期啊。到隔壁来吗？哦，我慢慢看。铁门慢慢啊放落来，员工无愿意加讲。姓社翁仔某经营的冷冻厂甲食品行，甲过期肉卖互高雄甲外县市真济间餐饮业者。检方当全力伫清查受害厂商甲业者不法所得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谢姓及林姓被告均涉犯刑法第255条第1项虚伪标示罪嫌及同法第339条第1项诈欺罪嫌。检方认定姓社负责人翁仔某嫌疑重大，暗过无羁押必要，互两个人分别以40万甲20万块交保。卫生局也要持续追查违规产品的流向，监督回收销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